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际上上新的消息。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原本是协议讲要停战停4天，也毋过即马决定讲搁要延长2天。这是伫中央牵线做中人的国家卡达对外宣布的。美国的白宫嘛已经证实，毋过以色列的迄方面是并无对外回应。 以色列妈妈齐恩251天，总算甲8岁甲15岁2个宝贵查某囝团圆。即马安尼希望搁加2天，因发生伫其他的人身上，无论是以色列人也是巴勒斯坦人。居中协调的卡达支持表示，伊哈同意休战的4天协议搁延2天。这哈马斯官员伫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的时阵表示，休战的条件甲之前讲的同款。Hamas has committed to releasing another 20 women and children over the next 2 days. 真侪相关的声明拢无说明说去要放偌济人质。不过，埃及国家新闻局长拉什万进前嘛表示，交换有以色列20个人质，巴勒斯坦人60个犯人，也有温准援助物资的车进入加沙。It's a glimpse of hope and human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darkness of war. Even with that additional amount of time,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satisfy all the dramatic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in Gaza. 根据原本27暗时结束的休战协议，有11个以色列人、33个巴勒斯坦人放出来。白宫表示，这人质当中有2名美国妇女。哈马斯讲已经收到以色列所份要放出来巴勒斯坦人名单，有3个女犯人、30个未成年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表示，已经通知人质的家属。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镜头等下，咱国内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苗栗头郡中华路一栋3层楼的面体厝，今仔日半暝2点传出火烧，消防队赶到现场，2楼、3楼拢已经开始咧烧，已经是火海。消防队赶紧抢救，救出5个人，也毋过拢乌卡送病院，拢不幸过往。另外，还有一个外籍移工在逃亡的时，在逃生的时是脚去崴着。到达现场，我们看到。 1、2、3楼已经全面燃烧，我们立即布水线入室搜救，出凉水线，总共救出5个人送医啊。5个人目前送医状况疑似欧卡。出来有几个人？有3个哦，救出来3个人嘛。你1个嘛，还有2个嘛。没有。还有一个谁？只有你1个人掉下来。你从那窗户出来有几个人？ 这栋厝火烧，只有一个移工走出来活落来。苗栗头郡中华路这栋厝半暝2点火烧厝，经烧到现场，铁门锁起来，开开的时内底已经是烧甲乌麻麻。根据了解，这1楼是越南的小食店，头家一口早死的人是住伫2楼，不过拢不幸过往。3楼阁有住另外一个移工嘛死亡。这场火灾计共造成5个人过往，另外一个移工是跳去隔壁，脚去崴着，敢若伊活落来。 那即马导火原因也搁要调查。另外，伫桃园北der一大资源回收厂，伫昨暗7点的时嘛发生火灾，1楼铁厝大建筑是规个烧了了。因为火灾地点挖近国道2号，消防人员赶紧去拍火抢救，加载是无人伤亡。大火伫资源回收场滚架，现场拢是乌烟，铁片也挡袂掉烟粉变形。 消防局27暗时6点58分，派出63个消防人员到场布水线拍火，场内报废的车加上物件真济，互现场大火是愈烧愈猛。好在在厂内一个员工及时逃出来，无人受困。到现场发现呢，它是汽机车回收厂。那目前现场已经全面燃烧。我们稍早也有救出一名员工，那现在员工安全无虞。 大火地点就伫桃园北地区的东乡街，是一座楼悬的铁片建筑，因为回收厂就伫国道2号大南路段附近，遮尔济乌烟一直向国道窜过去，就惊影响赛车安全。工程车也赶紧到大南路段的路径待命。 那现在我们已经利用火点的一个攻击以及周界的防护，那成功压制火势。那目前呢，火势已经获得控制。根据消防人员了解，现场无放危险的物件，烧的面积差不多是250平方公尺，好在无人员受伤受困。初步判定，火警员是放伫1楼的报废的车，不过详细导火原因甲经过，还佫经由火调人员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大部分也是出日好天、稳定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仔日透早，全台湾上低温是伫苗栗公馆13度6，也人今仔日全台低温大约是伫15度至20度左右。高温的部分，伫北部是21度至24度，中南部有26度至29度，伫东半部是23度至25度。要提醒中南部的乡亲，日时暗时温差真大，爱记晒衫。伫雨水这方面，因为这波东北季风水气较少，暗过呢，伫宜兰甲花莲、台东、屏东也是有局部短暂雨，暗过雨是无啥大。另外要提醒外海的乡亲，今仔日有8级至10级的强阵风，海面上风影嘛较大，若伫海面上作业的船只就要注意安全。有民众伫连锁大卖场 Costco 买2盒蛤蟆，拆开的时发现讲内底有1盒，乃有1支烟头。即马台北市卫生局已经派人去稽查，嘛要厘清相关的责任。为画面中会当看到一粒一粒蛤蟆当咧浸水涂刷，民众要进一步确认蛤蟆敢有新鲜。刷伫鸭仔内发现规鸭仔拢是混晒，互已经意外。因为民众伫11月初八伫 Costco 买2盒密封包装的蛤蟆，第1盒拍开煮完无代志，过几工要准备煮第2盒的时，刷扑出爆过混晒，所以找市机关定情。因为全家并没有任何人抽烟。那也立刻向我们办公室来做反映，呼吁好事多能够在食安的问题上跟食品安全的控管上面应该要多留心。但有声表示 ，Costco 的食品安全监督已经向留校查看，即马佫发生离谱的混晒事件，已经责成北市卫生局启动稽查机制，佫请法务局就消费者保护法进行处理。那卫生局也已经伫下昼派员前往稽查，佫追查产品来源。如果是包装厂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去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稽查，同时也会去了解说这个烟蒂是不是有可能是源头养殖场出了问题。如果这产品是进口的产品，那我们也会转给食药署针对出口国进行源头管理。针对这摆的客诉事件 ，Costco 公关表示，经过厂商检判，厂内无符合也是类似的物品。这个商品一个月卖超过100件，目前无接到类似的案例，应该是单一事件。因为商品已经拍开，卡牌判定异物落入去的是这原因。依据厂商工作管理规定，工作人员拢需要进行穿工作服加清洗了，才会当进入生产区。蛤蟆原物料加包材也会经过领料检查进行清洗了，搁分装，加上工作区低温金分义务留存的几率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年尾啊，食饭会较济，台北将济间食甲饱、食烫海的餐厅，拢讲要起价，有的是起100块，有的是起300块，也毋过有的起搁较凶，一届起73。大只搁甜的胭脂虾，也会使做沙西米食的飞机，互人想要一直来食。这是台北有名的泰式海鲜食到饱餐厅，不过12月开始，想要食到这款的菜色，比如是暗顿爱加开73。物价有涨，这个是事实嘛？对，那但是这个真的就是跟你外面的物价比起来，还是太多了一点。我们也是觉得它涨太多了，打击很大。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立马就改成就改今天。松叶蟹脚无限量供应。因此，在餐架上面有做一些调整。截至目前为止，所有的定位呢已经近乎客满。业者讲，这是因为12月开始推出超过10种虾的料理，加零虾干贝这高级食材，计小就是调整。以这阵拜一到拜四暗顿来看是1150块加一城，下个月开始爱1880块加一城才食得到。另外，滚活饭店的开飞屋12月开始假日食饭每一个起100块。台北文华东方酒店明年1月初5开始拜六中昼食饭一个爱加开300块。每年都有所谓的定时调整的一个习惯，就是包含了例如说把隔一年的促销方案原物料、人事等等，把它给纳进去，变成一个调整的标的。那食到饱餐厅化起价，就连边价餐饮品牌松屋对11月2日开始对半成2升级。半成2对25起到30，不过根据中央大学大经研究中心调查，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多数民众对未来半年国内物价水准，伫维持稳定部分，对顶个月2.5%成长到这个月2.8%。跟上个月或上上个月比，就是情况好一点，它离就是100分，其实这个距离还蛮大的，所以它也是代表民众对未来物价上涨的这个忧虑还是蛮深。国发会公布10月景气订货转做价码拿定，不过考虑年底进前出口转为正成长，11月景气订货可望到拿定，年底到明年初景气转好的机会大大增加。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疫情过后，全世界拢积极咧拼观光。南韩政府27是对外宣布，对明年开始，外国游客伫韩国买物件退税会当随买随退，而且退税金会提悬1倍，总额对250万韩元提悬到500万韩元，大约是新台票上济会当退12万。来关心自由时报，观光起草咧开放，也毋过咱台湾即马是欠英语以外导游。观光署伫昨昏宣布，导游领队的考试每年采用通用制甲专用制2种。也若专用制这部分的考题会较晚近实际上拄到的，若考试的科目嘛会较少。即马是锁定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13种语言的人才。政府嘛鼓励新住民会当去考导游来带团。继续关心联合报，咱桃园机场今年伫英国一份全世界机场排名是继续对67名落到82名，这已经是桃园机场连续4年排名下降。咱正前伫2019年时上好的时阵是排全世界第13名，也毋过尾仔就直落，即马落到82名。学者是分析讲，为咗国际机场趁疫情期间咧翻新咧改革，也毋过咱桃园机场雪薄，失去这个机会。即马边境解封啊，好歹看现现。继续关心中国嘅排肠菌疫情，最近是拖到真热。有感染科医生即马就警告讲，恐惊这波疫情伫今年过年的时会拖到咱台湾。疾管署即马已经要求机场甲港口爱加强防疫工作，嘛提醒讲，若是对中国入境的旅客有出现疑似的症状甲症头，一定要赶紧体检。桃园机场入境检疫处昨暝顶提醒入境旅客，若有中港澳旅游史，佮有技术症状，要到健康体检站来接受评估，因应中国呼吸道症状流行。疾管署密切监控，将阿目前当地胃肠菌感染以地动为主，曾经做过是医疗感染新冠病例较侪。春节后这段可能中国疫情会持续处于这个上升或高峰的阶段，特别是这个老人跟幼儿这两个免疫力比较弱的族群呢，在这段期间，事实上是建议说，能够非必要的话暂缓前往中国。有关边境警戒暂停，也提起计划要去中国民众用早注新冠 XBB 加流感疫苗。那感染科医师分析，中国胃肠菌疫情影响台湾是难免，尤其每年农历年前，中华往来紧接，有个流行期可能继续3个月。我们一定要确定这个细菌的抗药性有没有，那用什么药来治疗比较有效？我们的目标是在第一线门诊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的病例把它挡住。医师认为，咱国顶一摆胃肠菌流行大约伫2019年迄当时，临床已经观察到部分个案感染胃肠菌了后症状变严重，甚至有自动使用叶克膜的案例。那这摆中国胃肠菌疫情传染出去，佫出现抗药性治疗会较麻烦。呼吁民众爱随着疫情相关调整自身的防护措施。亚先处挂嘴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呢？镜头来北韩伫前2天拜6的时有举办地方议会选举，有的选区搁正罕见有2个候选人的竞争。金正恩嘛有去投票。根据北韩媒体报道，这届投票率有99%，因讲这是正港的民主。也毋过外国媒体是分析讲，北韩的百姓出来投票是为着要监控人口。在投票所外口唱歌跳舞，未少人穿传统正式的衫去投票所认真看广告台候选人造型，才佫入去投票。北韩一个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这是每4年就会举行一摆到市郡人民会议议员的选举。 평양시 제220호 선거구, 제120호 분구의 선거자들도 높은 알곡증 산성가로 지방인민회의 대의원 선거를 맞이한 자랑을 안고 선거에 참가했습니다. 这摆北韩地方选举受八月修改选举法影响，部分选区罕见，不过只有一个候选人参选，是有2个候选人代表参选。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这摆投票率有99.63%，表示人民应家己决定。选出人选实现民主履行公民义务。佮看出国家领导人金正恩亲身到汉京南道一个设伫机械企业的投票所，象征性投票予工人阶级的候选人。 报道指出，金正恩出现受工人闹热欢迎，各地投票了后，顺市工厂对开发压缩机的进展表示满意，强调要引领经济机械制造业赶紧提悬到世界水准。虽然这一摆选举投票率有99.63%，不过比对顶一摆2019年的投票率有99.98%，也是减少0.35%。
外国媒体分析，安排人民向正式投票，也是当局实施变相人口普查的方式。公视新闻陈时东报道。今年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做伙来看世界。强烈的暴风雪影响欧洲的东部甲乌海的沿岸。外国媒体即马就报讲，伫乌克兰内底，乌克兰全国有超过2000个庄仔头已经失电，10多条车路已经封起来，上无有造成4个人死亡，13个人重伤。目前阁有几万的乌克兰的阿兵哥伫甲俄罗斯交界的前线咧烧战。若这场战争已经拍21个月啊，即马阁拄着歹天气，乌克兰是真烦恼，讲俄罗斯伫这个寒天会攻击因的电网。继续关心美国、英国18国家26日时有公布一份人工智慧安全指南。美国高层官员是形容讲，这是头一份安怎确保 AI 袂互人乌白用详细的国际协议，希望会当推动建立有安全设计的 AI 系统。继续关心韩国执政党甲上大的在野党最近伫国会顶头合作，因讲要伫年底进行立法禁止买卖狗肉。执政党是建议讲，若是卖狗肉爱关5年，也是罚5000万的韩元，大约新台币121万。也毋过即马饲狗场甲狗肉协会拢真不满，已经对外放调讲，总共立法有通过，因会甲200万只狗仔全部拢放出来，互因变做流浪狗。来关心中国即马上新型的航南福建号传出第7次电子弹射系统。社群媒体有影片，讲有一个7次的飞行器对福建号发射，落入去海中。美国媒体讲，福建号若是成军了后，有可能就能力会当阻挡美国协助台湾。社会媒体影片看到一个7次的飞行器为福建号2个前弹射器位置之一发射，然后落入头前水域。中国上新型航南福建号传出开始对电子弹射系统进行正在发射测试，为下一步海试做准备。福建号南飞中是影报标出福建号的舷号18，还佫有歼35运型战机甲俗称海盘的空警600固定型无人机，2型战机为航母甲板弹射起飞，相当官宣舰载机的配置。福建号是中国第3架航艦，也是第一架配备电子弹射装置的航艦。2018年开工建造，满载排水量8万多吨，长度316公尺，应载差不多40架战机。美国上新型的航空母舰福特号甲福建号有大部分同款的电子弹射发射甲回收系统。福特号捌伫2015年进行第一摆正载测试，2年了后才可家己动力进行第一摆海上测试。美国媒体用安尼来推估福建号可能的海试的时间。福建号按算2025年完成海试报告服役，后解放军更较有能力延后，或者是阻止美军进入断区协防台湾。美国专家分析，福建号设计目标是用伫后美国亚洲的环境，直接挑战美国的海军力量。不过，有专家表示，后美国亚洲的讲法用词无适当，而且是一种有问题想法，因为美国被撤回对这地区承诺的存在。记者综合报道。也若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部长会谈，日本和韩国是佫一摆向中国表明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另外一边，为着要防止中国拍台湾，美国嘛表示，伫咧美军讲明年因要伫亚太地区布下新的飞弹系统。3人握手斗阵翕相，中日韩3国外长伫南韩釜山见面。中日共同维护三强连稳定，各大成共识，要赶紧准备3国领导人峰会，不过无讲到具体时间。 무엇보다 3국 협력을 안정적이고 지속 가능한 체계로 발전시켜 나갈 수 있도록 보다 제도화해 나가는 것이 중요합니다. 中日韩应当以更加进取的面貌和姿态，为促进地区和全球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普京甲日本外相上川雄子也甲王毅相片会谈，日韩外长拢向王毅表示台海稳定的重要性。普京个别表示反对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
外交部对于日本及韩国借由与中国会晤的场合公开表达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表示诚挚欢迎与感谢。为阻止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太平洋陆军按升级控制数年在亚太地区部署包含陆基战报，标准6型在内飞弹，暗过无透露具体时间地点。学者分析，因为是要协助中国，真可能部署在美国伫日本 Okinawa 的加枪纳基地。China is putting that pressure on the region in very demanding ways and very coercive ways, and that is difficult for these small countries that get pulled into China's orbit sometimes through that coercive power to get untangled. 部署在这个关岛的美国海军基地，这是目前知道这个第一个最明确的这个部署的位置。它也很有可能部署在这个加索纳，因为它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美军基地。学者表示，另外因由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发射精准打击飞弹 PRSM。美军进前就表态，会在亚太地区部署，因为 PRSM 同时有对地加济核能力，会强化美军在亚太精准打击火力。记者综合报道。一寡官兵也有退休的官兵，互牵去中国做间谍的案件不时拢有。高检署伫昨昏就组织了甲陆军航特部、华防部、金防部，也有全国各营区有退休，也有现役的军官涉嫌去发展间谍组织的，也有泄露国防机密的，全部拢经过起诉。依照违反国安法，也有这罪名起诉10个被告，嘛坚称法院一定要甲因判重刑。陆军航特部601旅军营外口严加戒备，因为负责首都甲北部防卫，更加有两下部队的称号。央国进前后检调查出内底有现役军官和中国渗透，更加涉嫌吸收随营区的军官发展间谍组织，泄露国防秘密。高检署27侦查终结，因违反国安法起诉10名被告。本署检察官侦办陈姓被告等10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于今日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被告等人均严重违反其忠诚义务，恶性重大，均请求法院从重量刑。专案是促进军人的信息生理人，甲由陆军化学兵学校退役的信息的经小校，新单的退役军人利用较早军中的人脉，陆续吸收航特部601旅信息的中校、华防部4号的小校执政官、金防部4空的上尉甲4营的上尉，更加以金钱引诱46、45两名基层士兵，拍一个我愿意投降解放军的心情影片，要求4楼的士兵偷摕机密的文件，张全台北中南东甲外岛这军人野区拢牵入间谍案。对退役到现役的军官拢有。601旅涉案军官就是把我们演训的资料交付给中国，这对于国军的兵力火力的配置还有运用都会造成重大影响，就得重新修改这个作战计划，华防部跟金防部的防卫配置也可能流入中共手里。国防学者苏志云分析，中共想要掌握咱军上新的机密，尤其是火力强大的阿帕奇、目镜蛇，也有乌鹰直升机，拢部署伫航特部601旅，呼吁应该从党内定处来阻止有心人士影响国安。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剩过外月，国民党的侯友宜昨昏是去参加9大工商团体所举办的经济论坛。伊提出，互伊选调，伊要重新启动 ECFA 谈判，嘛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湾，佮要争取4年来加入 CPTPP 的政见。也那民众党的郭文哲是搁一摆话话，讲不分区的立委那边应该有合作的空间。也那民进党的赖清德这边昨昏是公布新的竞选影片，呼吁大家票就爱等候认真拍拼的人。出席9大工商团体举办的台湾经济发展论坛，甲国家未来领导人对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讲，两岸和平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若做当选，要展开 ECFA 谈判，开放两岸60个航点，大量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湾，欢迎留学过来读册就业，也搁争取4年来加入 CPTPP。我不希望来的是战局，我希望来的是客局，不希望是一个危机，希望是一个商机。不要像我们只说开放2000个，退卡都无够嘞。那被伫总统层级选前个人拍拼，不过民众党台中市立委参选人蔡碧如却出席那样党中央记者会，郭文哲讲事先唔知影，不过面对国民党禁止遗体那样立委徛台，也是无放弃拿白符，话讲国会实处也是当怎样合作。国民党思考看看说，如果真的要3党不过半哦，在这种区域立委的层级上，还是需要合作的。如果完全分裂的话，民进党有可能单独过半。一样有爱心，
杨正直。民进党赖清德公布第2期电视广告主题，选一个甲你同款好的人。行政主委姚立明伊讲，要向每一个骨力正直热情的台湾人致敬。台湾人值得选甲大家同款好的领导人。另外，赖清德嘛接见大爱奖得奖认定。赖清德讲，要透过增加社工、加社区式服务据点纳入社会主题等政策，减轻新疆家庭的负担。包括社区居住及日间照顾据点到1812处。那么预计可以增加服务14572人。赖清德表示，行政院已经通过身心障碍照顾服务补建计划，5年来投入480多亿的预算，建构更加友善的身心障碍家庭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之前有一个姓曾的查甫老师，伊伫台南高雄驾车时，煞走去隔壁台南大学，去偷摕上百领女大学生的内衫内裤不输鬼。因为安尼食官司，毋过呢，监察委员认为讲学校当时并无做校安的通报，敢若互伊是头路准线，认为即马台南高雄、台南大学甲教育部拢爱负责任，拢爱检讨。窃盗案偷摕物件800种，毋过担任老师竟然偷摕查某学生的内衫裤。姓曾的男教师10年前伫台南高雄任职，竟然走入去隔壁台南大学的宿舍，3届偷摕上100领女学生的内衫裤。毋过，伊伫甲民国106年，以任职的中立家乡牵涉到师生恋的性平案件，台南高雄早展开偷窃案的性平调查。整个事情被掀开来，然后教育部也要求要调查，所以才又回溯102年偷内裤的这件事情。台南高商成立了性平会，可是性平会这是一个跨校的一个事情，他不能自己关起门来自己调查。新增的教师的不法行为引起监委的关心，监委认为台南高商迄个时阵无启动校安通报进行性平调查，随便互姓曾的查甫人离职。台南大学无依照性平规定提供受害者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教育部各教师是无现任督导责任，拢有检讨改进的必要。他的动机是很有性别的一个意图，可能就会需要做到精神科的一个犯罪情况的一个评估。如果你把它界定它是一个财务的一个犯罪，就不会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国民团体认为，姓曾的老师偷摕女学生的内衫裤，这个行为已经造成被害人互人冒犯的感觉，应该当作性平案件谨慎处理。对于监委的调查报告，台南高商回应，106年针对姓曾教师伊的犯行，有依照教育部指示启动性平停事，嘛尊重监委的调查结果。教育部是回应，也未接到监院的正式文书，会听候接到了后进行相关的研究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园湿地公园的生态真丰富，其中呢上界出名的就是倒头海堤，因为热天才会出现上万只。不过因为今年气候变迁的影响，公园内底嘛欠水，所以数量已经减真侪，即马剩无100只。河边有真侪生物，我开看，最内底出现一只倒头海堤，就伫个石头顶悬咧休困。伊是林园南地公园的名称动物。不过天气转凉，所以只有细只海堤，原来今年受大涝影响，海堤才无100只。有民众专工来公园要看，煞拢看无。来遮看的时阵，伊是迄种完全是透明的，迄种叫做应该是海月水母吧。我是伫迄个遐看到的，伫迄个水流遐，水是足清的，是无，所以爱听迄阿伯讲的，就爱等春天的时阵，咱的年过了，天气较好的时阵较来吧。过去这所在生态丰富，每年拢出现几万只海堤，因为公园是引进鱼群的废水。不过今年8月拄着大涝，公园的排水口拢予土沙塌掉咧。民众乌开排水，想袂到公园的水全部流了，河南地有2礼拜无水，海堤嘛无法度生态。因为今年就受到这个环境的问题嘛，所以即摆水内底遐无遐个水势啊。你着搁等甲伊停抽到有一个数量了后，所以阮咧看是按头的明年3月迄阵，应该有机会，迄个数量较有机会起来啊。李署长表示，今年办2个月一直到11月才发现倒头海堤，数量也是这几冬上少的一年。主要受气候影响，水质嘛是真重要。但未来水质稳定了后，气温嘛较寒，汉算明年3月就会出现大量的海堤。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修正案，甲厝税列做特别扣除额，而且佫设好额人条款。即马初审有达成共识，也毋过针对扣除额最少，财政部是同意讲会当增加到18万，啊，毋过有国民党的立委是划到30万，所以这部分爱等待党团协商。最近这几年，台湾的厝税持续压悬，不少民众买厝买不起，选择税厝。为了照顾税厝的族群，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第17条，拢总有11个版本的修正草案。全部的版本拢主张甲厝租支出为目前列举扣除额改列做特别扣除额，也若扣除额的限制为目前上济12万，提悬到17万至30万拢有。列举扣除额啊，那改为特别扣除额。目前啊，整个财政部你们的想法是？如何放在如果列举扣除额里面，因为我们的标准扣除额不断的一个提高，所以它在那个里面已经把它吸收掉了，所以没有办法让它列报。我想委员的提案都各有它的政策意义。财政部长表示，若甲厝租改做是特别扣除额，会当互厝卡核实列报，尊重委员提案。不过爱比较长照、幼儿学前扣除额等等，爱有排付条款，也就是高所得袂当使用。另外嘛，爱无厝的人才有效用。不过，有立委认为讲，有不少人是伫故乡继承共有住处，持分真少，无啥效益。这个部分嘛，应该要考虑在内。事实上，也不是他在出租，你去排除这一种共有主屋的状况，你觉得怎么样？委员这样的一个提示，也许在可以去做一个多一点的考虑。根据财政部的估算，若个扣除金额提悬到18万，估计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30亿。若提悬到20万，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30亿至40亿。法案若伫这个会期通过，全国超过300万税厝的人，后年5月报税的时阵，都可能会当受惠。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了后，即马观光市草真好，也毋过咱即马讲来观光产业是大欠工。高雄着饭店为着要捞人才，即马甲4间学校签策略联名，饭店会提供实习的机会给学生，而且同款会互因薪水，表现若好，可当直接变做正式的员工。伊担任饭店大楼应聘人员，高产大毕业了后，就投入职场。这款人才真侪，女所业拢真需要。高雄连续举办演唱会，市府统计到11月，间来演唱会就吸引92万人次。产业一发展所面临欠工问题，有饭店直接为航空卡位找人才，甲高雄师大、科技大学、文藻外企甲高产大4间学校签订策略联名。我们也有工业设计系、视觉设计系。那美术系甚至音乐系，这个都他们很喜欢的，所以学生的实习短期都可以做。很多的这些国际5星其实都已经进驻到高雄，3星、4星的饭店其实也不惜成本，都是在做装修。相对的，观光客的成长其实是指日可待的。高师大表示，真侪饭店除了大小也提供技术甲人文服务等多元化经营，需要人才也无共。前往实习学生无限制伫观光餐饮科系，后来应征的人数变多，毋是相关科的学生也当累积实务经验，有希望增加职缺每学生功率。不只是在饭店事业体，也在整个诚毅酒店的餐厅或是其他的后勤部门都有。对，那如果是以现在短期的建教实习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学期大概创造80几到100多位，都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饭店表示，实习学生拢有薪水，薪资以国校定定的标准，也毋过一定比基本薪水较好。虽然公司欠工的状况无其他的同业这么严重，也是想要透过产业合作，先进入行业找人才，互学生实习的时增加认同感，才会当互努力培训的人才留伫家己的公司。记者综合报道。因来即阵，咱台湾的生囝率增加，卫福部的国健署就扩大实施不孕症治疗补助。2年来，已经有超过8万对的翁仔某生得来超过13000个婴仔。毋过专家是认为讲，现代人晚生，即马40岁以上的补助，干那补助3届，建议讲这部分爱放零。谢小姐甲先生结婚5年外，已经有一个3岁查某囝，因为翁仔某拢真爱囡仔，也想要佫生一个，互囡仔有一个伴。虽然去过2摆人工生殖，确实拢无有心。看甲今年岁已经超过40啊，加上政府扩大未生前的补助，所以正在接受子宫婴儿的疗程，希望能够成功受孕大腹肚。我跟我先生讨论过后，就是因为有补助，所以我们就决定就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开始做试管。
为了减少少年阿母经济负担，卫福部国建署110年扩大实施未生情治疗补助方案，也就是7公盈利补助，开放未生情阿母，而且这太太年岁45岁以下的人会用申请。其中40岁以下上最补助600治疗费用，40岁以上是补助300。头一摆申请补助上最是10万，搁再申请是6万。不过，生殖专家认为，40岁了后胚胎无正常的机会有8成，建议应该爱予伊600的补助，而且放宽胚胎进入期的数量，才有法度提悬受孕的成功率。比如提高比如直到3颗或者到40到42颗，43岁也许放到4颗，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政府的美意，对不对？你要让它能够成功，不是要补助是手段，我最好一次补助它的成功。考量到母婴的风险啊，不是说植入越多越好，你植入越多，你到时候你还是要减胎呀。国建署强调，正地建议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会回请各界意见纳入参考。也若根据国建署统计，新制实施2年多，已经补助8万多对翁仔某，有13000多名新生儿出世，明年已经编列26亿，会继续来办理7公盈利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衡阳路这搭是日本时代就已经真老热的商圈，即卖还阁保留一寡历史建物。昨昏台北市文化局有开会，即卖是甲这个所在92号是来做一个市场古迹。这个所在上届古早是一间欧亚商店，也保留1911年的窗仔，也阁有商标，100多年的建物会当保存甲打，实在是真无简单。台北衡阳路两边拢大楼，过路人来来去去，所有一栋日本时代3层楼悬的100年老瓦厝，都点点踩伫路边。外观依然保留1911年红色洋风格的日本装饰甲商标。台北市文化局表示，这栋建物上古早是一间欧亚商店，伫咧卖kimono布料甲装饰品。因为建筑物本身真有历史价值，八一头文化局来做市场古迹。就是日本时期是作为商家使用，所以这一条街只要是旧的建筑，其实都是商店。这条街其实在日治时期它是非常热闹的，它叫做荣町，就是繁荣的荣，然后荣町它就是有日本小银座之称，然后算是就是全台北市最热闹的一条街。衡阳路这搭真早就开发做商圈，日本时代阁有全台第1间的百货公司菊园百货，附近阁有几啊栋日本时代保存到代的古迹，在地居民对这附近有关保留较早的回忆。像这一家就是卖衣服，2楼啊，那个是木板的，不是水泥的，这个很久了，还有那个门面啊，好像有一点特别啊。期待是有期待啦，嘛希望看我都最。较古早，比如讲有啉茶的所在啦，有人安尼少年囡仔会来怀念这个古早，这个足热烈的时候，迄种场面伫的啦。台北市文化局表示，会先对结构来补强，未来古迹要安怎利用，要搁来拍算。也毋过居民算是真烦恼，希望市府会当好好利用这个古迹，互伊变做侪少年家愿意来观光的所在，带动当地的经济。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逐年拢会举办户外大型的歌戏活动。今年邀请人间国宝廖庆基老师带领的成团歌戏团，演出登山过台湾奋斗的故事，望断乌水沟，请真侪戏迷去现场看戏斗闹热。民兵对抗清兵，两兵镇压，互相过招，互观众看甲目睭无转轮。这是由新团歌戏剧团带来的《望断乌水沟》，搬出先人登山过台湾奋斗的故事，也有戏迷特别为台北走来中华看戏。我是台北人，专程来中华看戏，而且这出戏是我最喜意的戏文，就是《望断乌水沟》啊。差不多看得要10届啊。拢看伊这团关系啊，拢会约因，若知影的拢会去啦。在团法人关怀文教基金会，逐年拢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免费的歌戏演出。今年邀请新团歌戏剧团团长廖庆基嘛来到现场，参民众同齐看戏。真侪歌戏汇演拢是采取到这个户外这个演出的这个情形。这种形态呢，对着这个吸引到更广大这观众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方法。
欢喜的民众下下定定，人可组织。主办单位表示，真欢喜看到民众热情参与，希望透过活动展现传统戏曲甲台语的水，彰显早前庙埕看戏的热烈场面。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经过5年，即马是搁再举办的台南国际摄影节，即届真无共款。家遮的摄影作品无放伫展览场，是搬到街头巷尾，也是公共空间。计共拢总有358摄影作品。主办单位是希望大家会当看到台南这几10年来的变化。一张过一张珍贵的老相片伫壁顶做展示，是这艺术家用几啊当记录大台南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古早的生活记忆、百年的宗教仪式，也是消失的建筑物等作品，拢互看甲目睭袂腻。台南国际摄影节让5档搁再办，即个把作品搬出来到街头，主题嘛多元丰富，甚至有艺术家以改变做老母的定义来创作。这张相片嘛头盖对外公开，来参观的民众讲看甲真够开，多了一些城市不一样的面貌。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它这些照片有一些都是我们平常就会看到的画面。小孩在我肚子里面，我应该有权利说他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就把这样一步一步把它拍下来。我站在前面拍我的肚子，你们看到的签名是相反的。用不同的角度，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有自主性的母亲？推最高社文化园区一路延伸到南门路顶4大展区，拢总有36位无共世代艺术家，展出超过350件的精彩作品，互民众用相片探索市景的变迁。主办单位讲，即摆伊嘛特别精选摄影的册，通互大家有全新的体验，嘛少处对册内底看到摄影家的创作观点。咱伫美术馆内面看到的这个方式的体验是无共的，咱市民来到遮会当看展览，嘛是会当用册的方式来读这个图。消失的建筑物，消失的什么仪式、摄影，拢甲保留起来。过去已经可能看无啊。的物件，咱有一个想，咱来想讲应该安怎。展期到明年2月28，这个期间嘛是连续办导览甲讲座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主要用摄影来参大家做交陪，希望要互众人看到台南无共世代的风采。记者咧上台南采访报道。早起看世界，美国感恩节过了，就是年度买物件的盛会乌色礼拜5。今年因为通货膨胀有较降，所以加上厂商饼业绩有拍折，敢若顶礼拜5迄天，伫网络顶悬的销售额就冲破100亿的美金，拍破新纪录。感恩节期间，乌色礼拜5，民众透早6点进入曼哈顿的梅西百货，享受大好多折扣、好看的优惠。本地人甲观光客拢来参加，享受人真多、真闹热、节庆快乐的气氛。Amazing deals. There's 40% and 50% on most things. Good sales. There's good sales in there. It's more fun. It's more fun. We get to hang out with each other. We got the full experience. 今年乌色礼拜5实体店面人亲像无往年遐尼济，毋过个别旧年高通货膨胀、国家折扣有感觉，也是推煞消费数字成长。即马个有寡济交易转到线顶，研调机构 Adobe Analytics 追踪电商销售数据，显示乌色礼拜5即天全美国的网购金额达到破纪录98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成长7.5%，代表消费者真熬得算盘，听候上价折扣再来揭晓。另外嘛，预测年假过了后的27。网购礼拜1交易额看上120亿美金，比去年超过6%，是美国今年上大的电商购物日。Shoppers are a little more savvy this year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So they're using technology like ChatGPT in order to build price aggregators across online websites to get the best price for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They're also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 AI technology to come up with ideas for what types of products may interest them, their loved ones, their family, and their friends. 乌色礼拜5本来是百货卖场年度销售活动，演变成全球性网购嘉年华。电商头人亚马逊到推上有真大功劳。今年为17开始，连续有10天的折扣特卖。不过欧洲真济国的亚马逊成都员工，伫上无用的乌色礼拜5就月联合上演大罢工，抗议公司的做法，要争取更较悬的薪资条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镜头来泰国，看起来亲像困裤顶头是有印象的图样，这是泰国的大长裤。过去主要拢是观光客买来做伴手，也毋过这阵啊，因为真侪网络名人拢在安尼穿，真侪少年家就对流行，感觉讲穿了真拍，嘛带动商机卖甲抢滚。亲像困裤同款印象大的裤，世界拢看得到。像是泰国象征性的代表动物，原本就外国游客会买来做纪念，或者是做伴手礼。毋过穿裤穿起来舒适轻薄，而且透气通风，真适合泰国安尼热带都市。最近有200万美种 IG 网红带动之下，真做少年人一定爱买流行穿插。มันน่ารักอะค่ะแล้วคือช่วงนี้เขากำลังนิยมใส่กันเนาะใช่ค่ะแล้วก็มันเป็นไวรัลใน TikTok ก่อนหน้านี้ที่แบบว่าใส่กางเกงแบบนี้แล้วมันเป็นไวรัลขึ้นมามันก็เลยฮิตแต่ก่อนก็อาจจะ除了裤，还有裙衫，拢应付穿的图，也叫做泰国中产阶级上爱的衫。潘一工手这篇中讲，自从疫情转好了后，写字洋装甲皮包的订单拢增加30%，裤是占销售额85%。因为穿的图是真流行，一摆的工厂员工一工用生产1000到2000领的大长裤。ใช่น่าจะเป็นช่วงต้นปีที่ผ่านมานะคะต้นปีที่ผ่านมาก็คือ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นิยมอย่างที่บอกในของไทยทั้งวัยรุ่นทั้งเด็กเนาะก็จะตามหากางเกงช้างกัน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ขาก็เลยแบบกางเกงช้าง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ผลิตจากไหนทำไมถึงฮิตเขาก็เริ่มหาตามหาแล้วก็ค้นใน Google แล้วก็เจอโรงงานที่泰国文创服装品牌业者也看到商机，也拢咧抢到衫裤的市场。When people think about elephant pant is really cheap, right? But they're like, I want to make it look like a Versace. 一领长裤150块泰铢，差不多135台票。毋过文创品牌一领爱1090泰铢，台票978块。创办人讲，伊原本将目标族群设定是外国游客，毋过也落见商业模式的改变。公司新闻深入会变形。虽然来去印度的新德里26个时是举办冬季骄傲大游行，成几啊千人去参加，呼吁爱拍破歧视，爱因要争取平权。这几年印度社会对冬季族群的观感已经有咧改变。虽讲印度最高法院伫2018年时已经甲同性的性行为除罪化，也毋过即马因继续要争取同性的婚姻权。世界拢看到彩色的鸡龟啊，也甲穿伫身躯，也是举伫手的平权飘语，真大声的鼓声，一寡人倒伫落来跳舞。26印度新德里这场冬季骄傲大游行，吸引几落千人参加。有的示威民众要求违规工程，因为性偏向，去网络欺负自杀16岁印度少年讨公道。有中学生是讲，伊所读的学校推送打破界线的运动已经有10年啊，即马40多间学校有8000个成员会继续挺冬季。这场游行原来有台湾人参加。古印度并无轻视冬季族群，不过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引进反动律法，改变印度民众的看法。历史一寡印度冬季公开了后，差不多是互赶出家门，也甲面临失业。这几年，印度社会对冬季族群的观感有一寡改变，使得冬季的生活环境比较早有较安全。最高法院伫2014年4月认可第3性。国会伫2019年通过跨性别人士权益保护法，最高法院也伫2018年将合意同性性行为为本来爱判刑10年改做无罪。It's not about marriage, it's about equality. Everybody should have the same right because that's what our constitution says. 今年最高法院的5位法官审理21份请愿书，同时也呼吁公众提高对 LGBTQ+ 的认同，同时提供热线防止因互人轻视也甲暴力，以及互同志判例会当合开共同考作。不过，就敢若同性婚姻权一直到10月也是卡掉的。It's on its way to being liberal, but there's so much. Like, it's not even 1% of how much equality we need. Like, 99% of society still discriminates against us.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印度民众对 LGBTQ+ 族群的接受度，伫2013至2019年增加22%来到37%。不过，伫印度教穆斯林甲基督教社区，同志判例也是常常互人骚扰。公司新闻深入会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有24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有24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